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天气比较寒咯，明仔载寒流来，愈暗会愈冷。气象局针对14个县市发布柑仔色低温特报，上低温只有6度。日本研究发现，亚洲人的体内有特殊的抗体，所以感染率甲死亡率比欧美的国家有较低。香港又过掠人，民主派的教授、议员拢总50外人伫今仔口罩，互香港的国家安全处掠走。新闻开始来看吼，天气搁要变寒咯。气象局指出，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明仔载寒流来，愈暗就会愈冷。包括北部到云林、台东等14个县市，部分地区温度可能无到6度。明仔载暗时到后日，初白早起山区毛可能会落雪。顶一波的寒流伫宜兰太平山，初一到今年第1场的雪。这波寒流气象局是表示，太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哦。气象局嘛将对14个县市发布非常寒的柑仔色灯号，包括基隆市、双北市、佮桃园、甚至苗栗、佮宜兰县、金门县，这个县市温度拢有可能无到6度。再来看，咱过来今仔日增加2站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的病例，是印尼佮菲律宾入境。另外，因为这阵大家拢食洗手佮挂嘴烟，嘛甲流感的疫情压落来，无出现大流行。最近嘛传出头一个重症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流感疫苗阁有剩哦，所以民众应该会使阁去做。另外，国内培养病毒了，发现讲又阁有2例英国变种的病毒，目前国内计共有4例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我们今天要宣布有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个案，从印尼跟菲律宾入境，COVID-19 很重要。那今年的流感的重症，我们到12月底，10月1号、12月底大概就是有一个流感的重症，那没有死亡的个案。好，那在去年大概同时间大概就有500多位的重症，那也有相当一个数目的死亡。所以这戴口罩它还是有相当的效果。那也提醒还没有打流感疫苗的也尽速的还打。我们现在还有疫苗可以供大家来使用。有关于这英国专案的一个前后，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好，换句话说，在培养的基因定序的部分，还有6株需要去定义。好，那这里面的我们已经有查出了4株。好，除了昨天以前跟大家报告2株之外，又增加了2株。那不过这些都在集中检疫所，它是791、792、793、799。再来看国民党的反莱克多巴胺治疗的公投开始第2阶段的人数，有48台公车伫路面的宣传。国民党嘛邀请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来徛台相听。杨志良是批评政府开放美国内地进口，台湾民众改食台湾猪，这毋是颠倒去妨碍着台美关系吗？针对前中央院院长李婉婷讲食内猪毋通超过一个限度，应该是无问题。杨志良嘛真无认同。国民党发动反内地公投启动第2阶段联署，兼任解释院院长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推售出48台公投公车，买伫湘北行透透，毋但要拼50万份以上的联署，佮希望8月28专门徛出来，用选票决定家己未来的健康。如果你今天没有公投，你就吃一辈子嘛；但有公投的话，你出来投票，公投通过，我们就只要吃9个月的来猪。所以今天这个公车上路，其实是表彰自己的一份心意。国民党反内地大动作展开联署公投，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嘛出席小听，伊指出，因为政府开放美国内地进口，颠倒互原本已经有进口无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受到排除，大家换食台湾猪，妨碍着台美关系，甚至怀疑民进党高层可能甲美国内地饲猪户有勾结。伊嘛对前中央院长李远哲讲的，伫某一个限度之下食内猪应该是无问题的讲法，真无认同。他讨派去啊，我干嘛再增加一个？这个来剂这个乙型受体素是 WHO 公认的是有毒的东西，所以人体不能用，所有的人都不能用，这是公认的。那你拿那个去做饲料干嘛？2021开放美国内地，但内地的争议煞无因此来停止。为了反内地，在野党动作不断，要扭断反内地的战线。记者郭灿台北区台北报道。
比元旦开始加强边境管制，唔是台湾人就禁止入境。教育部嘛宣布暂停境外学生入境，有真侪大学本地拢已经安排好2月份的接机跟防疫旅馆，嘛只好先取消。教育部嘛伫今仔来开下部会会议，讨论境外学生敢会使专案来处理咧。配合中央伫今年元旦开始加强边界管制，教育部搁再暂停外国学生入境。台初大后学期150多位外国学生甲侨生预定好势旅馆甲交通，学校只好先取消。本来是安排2月4号、5号、6号入境，那在14天的校外防疫旅馆居家检疫之后，可以接续2月22日开学的学习。那现在呢，我们也取消了防疫旅馆的订房。清大第二学期，新的外国学生按算有100多人要入境，本地安排好势接机，但也渐远。100多名外国学生当中，以印度甲越南的新学生为主，少数是顶学期休学或者是延后入学的外国学生。清大专究事务长严大人讲，配合的措施若做好势，希望政府会当允准这些外国学生以专案入境。2020的秋冬那一批就是很直接抓出来，比方说他现在不是有集中的检疫所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怕他流出去，是到什么所谓检疫旅馆，那可能他控管不了，可以到检疫所，它毕竟是小部分哈，而且他来的目的并不是旅游，并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教育部统计，109年度第2学期入境的新生，一般的大学有2404人，基专校院有2085人，加共4489人。教育部表示，今日会邀请相关的部会讨论如何加强外国学生入境了后种种的防疫作业程序。等待指挥中心同意，就会开放受理外国学生申请入来咱台湾。记者林晓慧、辛志明台北报道。咱个来看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昨暗伫面册铺文批评绿岛的处价悬无合理哦。结果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伫文章下面就回讲，时代加纸实在有够垃圾，引起争议。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初五暗时伫面册顶悬讲极大正义的政策，针对内政部的厝价负担能力指标显示，绿岛明明都已经超过合理的负担范围。毋过内政部处长华敬群却对媒体回应讲，本质应该无啥严重。区显智表示，世界定了2.0的法案三读无到1礼拜，华敬群佫开始慢批，希望伊会当找出过去的主张。结果过无偌久，华敬群的个人口座就伫文章下骹留话批评讲，时代佳纸实在有够垃圾。短短9个字，互网友拢甲道歉落来，引起争议。区显智嘛随回应讲，都为垃圾。时代力量党团甲时代力量主席陈椒华拢要求华敬群对伊不当言论来回释的。后来华敬群就甲留话拆掉，而且改回做真理自在人心。嘛伫家己的人面册发文回释的，表示用佳纸来骂别人，确实无妥当。伊嘛感觉真失礼。不离个这话对处长的嘴里讲出来，也是引起争议。区显智背后嘛佫一改铺文讲。面对华敬群的言论，伊是感觉真感慨，毋是生气。希望公共政策的辩论会当回归理性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全球为着武汉肺炎病毒的人是愈来愈多，目前已经有8600多万人。台大公卫学院上新的研究指出，因为英国跟南非拢出现有5较高位的变种病毒，所以应该真紧为着病的人数就会超过1亿个人。也毋过日本上新的研究嘛发现讲，亚洲人体内有真特殊的抗体，所以亚洲人的感染率甲死亡率拢比欧美的国家愈较低。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全世界继续伫传，毋过亚洲人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若像比欧美的民众更较悬。有日本学者上新的研究发现，拄正摆的致病患者血清样本找到特殊抗体 IgG。针对这件代志，国内专家认为讲，最近这几年亚洲的民众应该捌拄过其他的冠状病毒，指出亚洲人接触到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时阵，真紧就产生有保护力的抗体 IgG， 所以亚洲人的感染率甲死亡率拢比欧美国家更较低。那如果你以前碰过这个东西，你就第一个礼拜 IgG 很快就跳出来了。因为 IgG 是最重要的抗体，我们经过被训练过以后呢，我们就会生产生 IgG 的。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滚加1年多，全球已经造成8644万外人致病，其中有超过186万人死亡。台大公卫学院的研究分析指出，最近英国甲南非拢发现变种的新冠病毒，而且传染力更较强，预计后礼拜全球的致病人数可能会超过9000万人，甚至真紧会达到1亿人口的临界点。尤其欧洲是疫情的重灾区。根据这样的预测，到了1月10号，我们的全球确诊人数可能已经快要突破9000万，那么死亡人数会到190万。学者嘛以澳洲来举例，虽望去年12月底，澳洲发现2个对英国登去澳洲的旅客有带新的变种病毒，不过因为居家检疫甲自主健康管理做甲真好，并无引起大流行，嘛显示出公卫防疫措施的重要，会当提供予台湾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伫初5胃着病人数嘛已经超过6万个人，已经封锁的英格兰每50人都有1个人胃着，嘛是封城的苏格兰疫情严重，有超过1300个人住院。另外，亚美尼亚总统嘛胃着病，目前是伫英国伦敦隔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要去中国调查疫情的源头，也毋过说互中国拒绝咯。英格兰地区已经进入第3届封锁，伫咧连续7天确诊超过5万例了后，初5这天是佫破纪录。More than 2% of the population is now infected. That's over 1 million people in England. And when today we've reported another 60,000 new cases. As of this afternoon, we've now vaccinated over 1.1 million people in England and over 1.3 million across the UK. Across the country as a whole, roughly 1 in 50 people have got the virus, but 1 in 50 is really quite a very large number indeed. By extending the gap, we are going to, over the next 3 months, be able to essentially doubl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be vaccinated. There is more than 50% protection, then you've actually won. 甲英格兰同款全境封锁的苏格兰，目前是疫情以来上严重的阶段。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未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会去苏格兰拍golf夫。首相大臣施特金已经拒绝。1,347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hospital. We are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to Scotland for without an essential purpose right now.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疫情起源的专家团队，伫咧原本中国答应之下来前往武汉，结果却取消。Today, we learn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not yet finalized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s for the team's arrival in China. I'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is news, given that 2 members had already begun their journeys and others were not able to travel at the last minute. 亚美尼亚总统萨奇西恩确诊新冠病毒，已经伫咧伦敦隔离。伊今年67岁，新年假期拢甲厝内的人伫咧伦敦。亚美尼亚的实权主要是掌握伫咧总理帕辛扬的手里。帕辛扬去年6月份嘛捌感染。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辑。再来关心香港有真侪民主派的人士，有教授、有议员，拢总50多个人。伫今仔较早，互香港的国家安全处掠走。民主党伫网络是表示讲，国安处是指控因讲去年的公民投票初选计划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透早6点外，几个港警国安处的人员向出现，提出搜查令，把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笃定掠走，指控伊涉嫌违反颠覆國家罪。因為依家你咧涉嫌咧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去互拘捕的，還有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杜建新、尹兆堅，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鄭耀廷，還有香港元朗區議員吳建偉等人，都當作拘捕至少50個人。攬炒香港10部曲計劃，旨在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我而家警戒你，唔係事必要你講嘅。香港版國安法正式施行了後，香港政府小連續展開拘捕的行動，真濟民主派的人士幾啊屆互掠走。這屆香港警察閣一屆去掠人，民主黨佇個網絡頂講，伊是去互指控參加2020年民主派提出的35家公民投票初選計劃初選，伊當陣選出35個人士，目的是要否決政府任何的財政預算案或者是議案，而且要求行政長官愛辭職，因為安尼去互安一個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咁今朝早咧，警方咧亦都嚟到呢個立場嘅辦公室門外咧，咁就要求咧就簽署一份嘅文件。
另外，国安处的人员也搁扩大搜捕的规模，去协办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总部搜证，也搁有几个香港警察去香港媒体立场新闻，伫咧关岛的媒体办公室，要求因爱甲相关的文件交出来。也若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当地的封关，伊人面册编辑团队嘛发文讲同一个时间，香港警察嘛以违反国安法做理由，去黄之锋引导搜查。即个大规模搜捕的行动，嘛去互外界质疑讲，香港政府是咧甲伊算小。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公共脚踏车 U-Bike 试办2.0新版本，目前敢若伫台大校园佮公馆附近有即种2.0的脚踏车，而且甲原本的系统是完全袂同哦。有民众是无了解，甲2.0的车骑到新北市，结果无法度行车，要加付几啊百块调度的费用。再去 U-Bike 的租借站，就真侪上班的人来借车。目前台北市伫咧公馆试办2.0，毋若车升级，租用比较感应的所在，嘛对车条改做车身上。毋过上大的问题就是身躯系统无相共，袂当互相来借用。有民众对公馆借车，骑去别个站区，才发现讲无法度行。不知道的朋友有遇过，对，就是要还车的时候，发现弄不进去，对。那他就只好在找相容的那个还车点。像我的卡就是它好像可以 B 1.0，但是不能 B 2.0。对，然后而且2.0它的范围好像就局限在台大周边嘛。对，所以其实好像除非你生活在那边，要不然1.0好像还是比较方便。甚至有人对台北市的公馆骑到新北市的邦桥，敢来当付调度费，落尾爱讲开的钱是比客停车搁较贵。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其实伫咧公馆借用处的时阵，就有加强宣导U-Bike 2.0，无法度价地租一地还。今年开始会伫咧台北市400个租借站，豆豆来设2.0版本的行车系统。过渡期间，站内底会有2套系统做伙使用。审议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全市的建制。那我们预期今年度就可以在现有的400站，里面都有2.0的一个服务可以提供。那另外还会依照需求部分再增设。若是目前嘛采用 U-Bike 系统的新北市，全市有639个租借站，甲19000多台车，拢是1.0的系统。新北市嘛已经表态，袂对咧做台北市的2.0系统。今年3月份会重新对外招标，未来系统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佮加上变种病毒出现，台湾的居家防疫的规定哦是变甲愈较严格。新北市的防疫旅馆嘛已经无够用咯，目前新北市只剩70间的空房，有台商甲家属是真烦恼，讲无法度顺利甲厝邻的人过年。台北市宣布讲哦，为11到28，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只收台北市民。新北市是讲会开放予离岛的民众通住。旧历过年要到啊，海外的台湾人拢要回国，佮加上10月开始，回台居家检疫者需要一个人1户。上北防疫旅馆能量是真暗，到初六即天，新北市防疫旅馆的空房敢若剩70间，比安全量更较低，嘛引起台商惊吓，烦恼讲无法度回去厝里好好啊过年，爱政府拟定配套的措施。我打了几家新北居家的隔离酒店都订不到房，马上就要过年了。他的家人在台北，变成他要下了飞机从桃园坐车坐到花莲，坐到台东，隔离了14天之后，再回来7天自主隔离，那这个就变成有一点有家归不得。台北市政府会推出11到28，台北市的防疫旅馆敢若限制台北市民来住，重新盘点台北市防疫旅馆的空房，到初六为止，也阁有6500间，加速审查了后，有信心伫咧月底冲到7000间。所以预计到1月份1月底可以再增加450个床位，所以加起来大概可以到7000个床位，这是第一个我们供应的量。我们以市民优先，但是如果有剩下的房间，我们一样会提供给这个非台北市的市民哈。若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市政会议指示，新北市的防疫旅馆虽望优先提供给新北市民，毋过卖专业资源金门、马祖、澎湖外岛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每年社会主体租金上过悬，明仔载台北市长郭文德提到议会专案报告，外界嘛批评讲，民伦无目屎的社会主体有超过8平的露台，实在是伤过浪费。都法局是表示哦，未来露台超过5平的部分，租金佮管理费用市政府会吸收。台北市民伦社会主体3房型的租金超过4万块，引起争议。市长郭文德初7会去议会做专案报告，传出会甲社会主体改做25平为上进步的限制。
针对这点，都发局局长黄景波回馈讲，所谓25平上限是无包括增平、公共设施室内平数。也若受到大家争议的名论社会主体三房型，室内平数其实也无到25平。3房大概是20到24平，这个是本来就是我们台北市社会住宅的一个平数，也没有说因为这一次大家在争议说那个租金的问题而调整，这个并没有。包括评论甲目杀社会主体，拢向点名讲增平有较8平遐大。都发局表示，已经完工的社会主体增平若超过5平，就袂阁算租金甲管理费，该由市府来吸收。为了洗清社会主体平数大、租金悬的负面形象，目前要当地设计、要当地起的社会主体，公共的项路会缩减，增平袂超过5平。也就是讲，未来新起的社会主体3房型的租金按算会当减1万外块。不过租金要安怎算？是要用附近新起的厝，或者是中古厝的市价拍8折？台北市呼吁中央爱定一个统一的规范。每一坪1500多，那所以我们目前这一次是定收租金是1坪842块，所以其实只有55%了。有些城市是用中古屋，有些是用平均等等的这样。评论社会主体因为地点好，所以租金的介绍确实互民众的感觉无介好。台北市府主题审议会会找学者收集各界意见，检讨缺失，定出更较合理租金的介绍，才会当真正甲有税厝需求的民众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有社运团体公布，伫台北市成立一间天龙房屋卖厝的中人公司，也毋过毋是真正要来买卖厝，是用艺术展览的方式要来考试目前台湾厝价上过贵的现象。天龙房屋买不起屋。天龙房屋的扛棒大大机，高大有广告，真足甲看。所有开2000多万买到会漏水的厝，阁有租半平的房间，一个月厝税爱2500。招运团体甲台科大李君在教授打造实体店面，结合艺术展览，用考试的方式反映民众真实的状况。我们这广告是在我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去收集的故事，接下来开店之后，我们会透过这人流，就是每天有人进来之后，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个线上的问卷。到时候我们以户外看板这个图当做基底，届时在这一整个月会陆续收集各式各样的租屋买屋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新生，然后会在墙面去做展品的更换。招运团体表示，这摆特别紧伫台北的罗斯福路，用民众募资，甲这间一个月爱5万，但嘛差不多才5平的店面，所以一个月伫这办活动，收集民众的心声，嘛希望会当带头改变税厝的乌市。先把我们大量的空余屋，透过囤房税制的改革，让很多空余屋就拿出来出租，同时配套就做租屋市场的制度改革，让所有的租屋行为都要纳管。关心极大基地的立委，嘛用行动支持。招运团体希望透过收集各方的意见，探讨囤房、税厝、乌市等等的基地，未来伫立法院继续推测修法。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常常拢传出动物受到虐待，之前有动保团体都呼吁政府应该爱设动保警察，也毋过嘛拄着真侪困难。今仔都有学者提出建议，邀请4大政党的少年人嘛做伙来讨论。普渡动物甚至杀害的案件是定定出现，毋过民众要找什么单位检举，目前权责的方面是乱草草。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指出，最近有民众发现，互人下毒杀害的狗仔。报案了后，警方讲爱请农政单位协助，农政单位佮讲是刑事案件，爱找警方。现场的证物啊，或动物的尸体被触摸、被移动过，其实现场已经都受到破坏，证据都没有办法保存，这对于后续的侦查其实会有很严重的阻碍。动保行政监督联盟指出，2017年已经修法加重杀害动物的刑责，不过相关的措施设立动保警察的代志却拢无风声。因安尼接触其他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赶紧设，也邀请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民众党的青年同齐讨论，也分享伫设动保警察进前要安怎加强现行的制度。透过地方基层做起动保。也就是地方村里长可以协助动保事务，在有动保警察之前，
是不是能够强化动检员的这个足够的执法的配套措施？动保警察要安怎创？台南大学的教授吴宗宪指出，目前有6种模式通参考。伊认为像保笏模式，伫现行的职权当中加入动物虐待来侦办。另外就是妇幼警察模式，各地政府设妇幼警察，嘛加设一个动保警察，安尼较有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元旦开放有来个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哦，大部分的店家拢有表示猪肉的产地，也毋过嘛传出讲有真侪店家决定到起价。台南都有一间卖肉丸的店，就起10块。店家是讲哦，起价甲猪肉无关系，是厝租佮有其他的材料起价。也毋过台南市政府是表示会继续起查，敢有店家乌白起价。通公共的肉丸佮难食，台南这间出名的肉丸店，一透早就吸引真侪人来食。不过最近这间店煞起价，原底3粒60块，煞起10块。我该质疑是因为开放3肉种猪，店头该用国产猪才来起价。业者这边是讲，是因为碎店面的成本和原料起价，和猪肉是无牵连。本来打算去年就要涨价了因为去年刚好无新冠肺炎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说再撑一阵子就是刚好，因为我们也之前就公告了说1月1号要涨价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跟来猪完全没有关系。对店家来讲，如果合理就合理我觉得他们该涨就涨哦。哎呀，又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我的猪太贵了，在地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价钱。去到北京肉丸店，有的肉丸店是无起价，依然是原地介绍。有业者表示，最近因为开放3肉种猪肉，生意确实有减3成，不过成本若无起，店家就袂对得起。你安尼你搞科鲁要起价？没有，肉上无起，阮就再小点。针对这点，台南市的消保官是表示，市政府1月初1就开始稽查的机制，到达查64间店头，无发现有起价的状况，早起也去到起价的肉丸店稽查。那它纯粹是反映成本，并不是特别针对猪肉有涨价的情形。目前查无不当哄抬价格的情形。台南的消保官办公室强调，业者若有无合理起价，无照正常的市场机制行，也是挑工做伙起价，会请公平会处理。随后，消保官也会继续稽查，呼吁店家唔通做这款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一个老人合作会宣传讲一个月拿2100块，若属过往家属就会使甲本金甲利息全部拢领回来。也毋过今仔早起有30多位民众出面抗议讲，这根本就是在骗人，因为亲人过往咯钱阁领袂回来。负责人是讲因为最近的手头真严，2年后就会还钱，也毋过民众是无法度接受。3000外的会员就伫咧台中市东元路顶馆的中华家庭教育合作协会门口，要求合作协会把钱还倒回来。只有这一张有什么保证？之前我们想说就是每个月存一点钱然后就是老人如果身亡了就可以用嘛，就有一笔钱可以用嘛。他需要用的时候用不到。会员指控东吹市协会以双总合作做名义，每个月纳2100的会员费，若是4年后死亡，会当领8万块的利息甲本金，比放伫银行更较会好。不过这2年以来，会员过身了后，协会说讲要等到2年后才会当领钱，引起会员不满。现在要领1毛钱都还领不到，我们要来做一个抗争。他现在就是钱不愿意拨出来协会理事长讲，无新的会员加入，老的会员小年刷来死亡，钱是付不出来，干会当原地给付。不过面对会员的质疑，3200会员，每个月有600多万的收入，这个数字安怎算拢不合理？600多万嘛，600多万我们就是付出去了这个都有公布给那个这个缴费单都有印了。那你是不是人头账户？钱是咪搁踅去恁的裤底啊？这个协会伫民国102年设立，会员表示是看到政府核准立案才放心加入。即马财务处状况煞无办法，律师是指出，这款的合作会无适用保险法，要基情早起嘛正恶。当认为说他没有违反保险法，没有违反银行法，风险比一般的互助会风险高出太多。这件老人合作会纠纷，因为会员的意见无同，未进入司法定书。律师提起，对台湾社会老化，这类的老人合作会风险伤悬，民众要加入进程，要考虑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草莓已经大出，也毋过所有农民的草莓园所拢死了，无法度收成。有农民是怀疑讲，敢会是受到之前林泽雨有伫空中也一寡化学药剂造成的。农委会相关单位昨冒去现场了解，农民是讲哦，若是真正是林泽雨造成的，希望国家爱赔偿因的损失。现时草木该动大出，毋过残叶草木的叶仔煞拢大冷去，无法度收成。苗栗大湖的东兴村伫马拉邦山的山骹，真适合种草木。哪知影讲第二期草木才开花，就拄着霜雨，全村受影响的范围有到5成，损失大约3000万，是有农民马口无目屎。下酸雨啊，开始采了2个月了，它下酸。第一次下雨的时候，过了就才死的啊。释放人造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能通知我们这些这个大埔乡，我们这有500多公顷的草莓的农，让他了解说这释放人造雨会造成我们这个草莓农的一个损。农民怀疑草木种袂活是甲进前人工造雨有牵连，可能是化学成分造成霜雨。希望政府要人工造雨，就要先通知。农粮署甲农改场接到消息，找5夜来到现场会勘调查原因。关于草莓，它在果实上还有植株叶片上的病症，那经过我们的检查确认，是好发在香水上面的叶枯病菌所造成。那因为这是一个真菌性的病害。它很容易因为雨水的弹溅，然后造成传播。中兴大学化学系李某用教授认为，若是要搁制造物质，成分大概是氯化镉、氯化镁、氯化钙。毋过镉、镁、钙是肥料的成分之一，互落来浓度嘛袂伤悬，理论上是袂有问题。农粮署嘛表示会进一步调查草木袂活的原因，也会搁再公布。记者陈焕宇、柯正俊苗栗综合报道。再来看农委会农田水利署森林管理处甲供电业者合作，要伫好稳定的产林设太阳能板的供电设施，引起农民的抗议。农民是表示讲，应该找其他较适当的场地来设，为着发电来影响到因的饭碗，实在是无应该哦。来到嘉南大圳马公池线好尾大屯段，当地农民来到这定情反对，因为配合中央的推动力令。农田水利署园林管理处和供电业者合作，将要在这设置太阳能板。但农民表示，这灌溉区道两边目前有农民咧拍口刀，希望会等另外找所在来设置。真无简单，五国做开半钟再修起来无地拍，即马起叫歹了，影响到伊的生计。民众反对嘛是讲，这条马公池线伊是灌溉用水，嘛惊污染水源。啊，伊人讲伊太阳能板设的，即马拢讲要无毒要用清水洗，人讲嘛有可能用清洁剂。第二民代表示，园林的日照充足，但中央在设立能政策时，嘛需要多方来考量。如果无法度确保农作物袂渐渐受到污染，就应该加听农民的心声。针对农民的定情，管理处就回应会过来想办法。嘛是配合政府的政策，要来做一个绿能啊！咱唔知影讲吼，配合政府政策甲民意吼，它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林政司有甲恁的诉求写了非常的清楚，这个物件，阮会查等于针对恁的问题，阮想看卖啊会当解决无？农田水利署园林管理处表示，这个按设置太阳能板已经是签订的契约，但依照契约规定，需要取得当地居民同意才会当来施作。如果未取得民众同意，管理处要求厂商和地方取得共识后，才会当来动工。记者黄为你报道。靠天食饭的农民面对极端天气的变化，嘛得爱做改变哦。台湾头一间卫视电视的中心就伫嘉义的新港成立，那么做回来了解。温室电视中心一开放，起因为足民众参观，内底有小解大温室的各种材料，佮有缩小的模型。有想要大温室的农民，会使先来了解家己适合的需求。以这个示范中心对我来讲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这个部分提供阮一寡必要的设备，阮需要啥物件，直接先做一个模拟以后，再去现场做。针对你的作物啦哈，包含着他现在把这个智慧啦，还有这个 AI 呢，都可以融入到让农民哈，在选择要种植的这个环境哈，可以更完备，而且随时可以掌控。天气的影响，佮加上生产环境的改变，有愈来愈侪农民选择温室种植的方式。温室电视中心的成立，会用伫技术甲设备方面，替农民解决大温室的问题。伊将所有的款式的温室拢一中一只吼，会使咱一摆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
就使发现咱需要的。在这边去一一的去，包括用 AR、VR 的实景，都可以看得出我们实际在展示中心，在温室的里面的时候是怎么去进行，包括这个材怎么搭建呐，这个温室中心这个温室适合种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一览无遗。农会总干事表示，农民要投入温室种植的时阵，一开始因为唔知影相关的知识，所以嘛影响到转型的意愿。即马透过电视中心的成立，带来创新科技，希望会当改变家己关一寡传统农业的生产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每一个年的元宵节，台东市区拢真热闹，尤其是炸邯郸爷的风俗，全世界嘛拢真出名。今年因为疫情会有淡薄仔限制，每一队报名的人数是袂使超过50个人，暗时12点以前就要结束。台东的元宵节，市区街路新民桥景新桥经过所在，炮声响袂煞，非常闹热。不过今年全球疫情也是真严重，真侪人关心今年台东县的元宵活动是毋是停办。主办单位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元宵绕境共有70个队伍，按照往年办2天，不过要遵守政府的疫情管制措施。参加的队伍人员莫超过50个，要实名制的，炮莫放伤济吼。安尼，一个限制安尼。台东炮炸邯郸夜是元宵节重头戏，主办单位县武洞表示，炸邯郸夜照常举办，按算新增加中华路甲正气路的市境炸邯郸项目，不过只限工作人员听炮啊，避免造成火灾甲人员受伤，佮呼吁民众全程挂喙安做好防疫。还佫有差不多要到2个月时间吼，看疫情安那啦吼，阮配合政府的规定。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要求元宵绕境公庙开始做好绕境了后的环境清扫甲防疫管制措施。台中天后宫强调，今年禁止设临时新坛甲观光女郎表演接神明，避免久长绕境时间。所有活动要伫暗时12点结束，无遵守规范的公庙，明年就无要邀请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桃园溪营高中的董事长王美智，伊连续14档拢帮助全国经济收入好家庭的学生，伫过年之前会来发奖助学金，互因的家庭会使过一个好年。这几年落来，拢总嘛捐出5000多万，帮助上万的学生咯。家己做爱心标语，表达对董事长妈咪所有的感谢。溪营高中董事长王美智连续14档，家己出钱帮助全国中价收入好家庭的学生，希望因会当好好过年。总共捐出5224万，总累计有12324个学生得到这个帮助。孩子他都说，以后如果他长大了以后，他一定会回馈社会。我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协助帮忙一些更需要的人。溪营普通区高中3年尤丽涵，爸爸伫伊8岁时阵来过身，敢若靠妈妈的收入来还家。伊用大丰本的台大动物科技学系录取成绩单来感谢溪营妈咪王美智长期以来对伊的帮助甲栽培。这次考上台大动物科学技术学系，妈咪也特别把奖金补足到60万，让我可以在大学的时候不用再为学费烦恼。溪营高中是工科的洪俊凯，2岁时阵因为破病失去听力，爸爸妈妈坚持伊接受一般的教育，伊嘛真认真地学习，克服听力的困难，摕到应证制成丙级的证照，嘛希望家己有能力的时阵会当学习妈咪董事长回归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福利，让我能安心就学，快乐学习。溪营高中董事长王美智爱心办学，嘛以因翁婿。地边高中董事长吴庆栋6岁时阵，爸爸的过身，是一级兵虎出身的故事来鼓励学生，而且嘛爱知影感恩甲回归。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最近15年来，台湾去美国留学摕到博士学位的人数减少2.5%，文科是减少上济哦。科技部看到这个现象，嘛提出经费补助，希望会使鼓励愈较侪人会使去国外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因为做研究其实很多地方都需要钱，像是收集资料啊、编修文章等等，这些资源会让我比较安心，可以做研究。伫澳洲大学读学位的林成雄得到科技部的培育计划补助，伫摕到学位的最后一里路有搁较大的助力。哈佛的音乐系博士候选人王佩玲也同款选到。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同学们，可能就会需要去另外教书，或是另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有了这笔奖学金，那当然就是可以非常安心的去完成。疫情开始前就已经把需要的资料都收集完，然后所以去年都是在专心写作。完成田野调查，黄佩玲先回去美国，结果去年3月回来台湾了后，因为疫情影响，继续留在台湾。不过也专心写论文，有希望在最近2年摕到学位。根据统计，最近10年台湾去美国读硕士、博士的人数，2012年13000多人，2017年只剩8000多人，去年也只有9000多人，是愈来愈少。最近15年，在美国摕到博士学位的人数减少15.7%，以人文社科领域上济减少69.7%。所以科技部第3年举行人文加社科研究的海外人才培育计划，提供海外就学的博士候选人加少年学者申请经费，分别是90万加60万。自然科学可能4年就可以拿到博士，那人文社会的话，可能6年到8年不等。它其实是未来很重要一块，它是在学术跟国际的声量上，它会帮台湾能够站得住脚，然后讲出我们自己的心声、我们的看法。今年度计划要为4月底开放申请，按算提供名额是博士候选人25位。年轻的学者5位，希望能协助更较多海外人士专心学术研究，间接建立立足国际学术研究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咱的这个粿鸟用来指挥金角门，拢是用起类粿类的食物，也毋过这类的食物伫台湾是愈来愈少，甚至有的是伫要绝种咯。清大教授李家维专工伫校园内底起一个粿类的基地来保存品种，目前嘛已经有60多种无同款的品种咯。台湾粿类食物的种类真丰富，上无有800多种。为着保育珍贵的粿类，清大教授李家维特别对屏东送来60多种的粿类到新竹，其中以台湾原生种为主，佮用玻璃甲粿类食物围起来，这方面会使甲保护，嘛通互人挖菌来欣赏。希望让大家知道，植物不是只有彩色艳丽花朵的那些类群，这些不开花的，在生态系里头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照顾这粿类，李家维用喷水雾的方式，或这食物会当长时间保湿，佮加照电好，互园区咧暗时来看嘛真特别。例如在我眼前的，这是乌来凤尾蕨，全世界只长在台湾，也只分布在很少数的地区，每个族群都不超过50个个体。在百蕨园里头，我们放进了15个乌来凤尾蕨的小苗，将来成长以后，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生育地。八桂园唔但有咱集款的粿类，佮有稀罕的乌来红毛粿、对向铁线粿。李家维讲，要甲这打造做生态保育、教学研究的基地，嘛希望是校园上水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寒冷的时阵哦，民众拢会去欣赏梅花。台南的梅鸟哦，梅花嘛已经开3成咯。天气若是继续佮寒落去，真紧哦，花地拢全开咯。台南南西梅岭是一个赏梅花的好所在，目前梅树的叶仔已经全部落了，而且温度是愈来愈低。加上今年无风台，真紧就会当看到梅花开花啊！伊的梅树面顶的树叶拢掉光光啊，哦，啊，佮有今年算也没有那个台风过境哦，所以它的梅树的状况会当讲非常的好哦。啊，我相信呢，以近来讲，这几工个慢慢有吼，天气留伫迄个较凉冷啊，吼，拢小可有迄个阴雾，吼，温度留较低啊吼，我相信这种环境来讲，对梅树来讲，状况是上好的。梅农陈其峰表示，目前梅树的树叶顶头拢已经有结花黄，只要天气温度有明显的下降，花会开搁较水。目前梅岭的梅花已经开3成，若阵气候继续冷落去，按算搁1礼拜，花会开搁较水。伊的枝这有一目一目，这就是盖出来，就是迄个伊会开梅花，渐渐可能搁10空间伊的花苞就全部拢出来，陈其峰也提醒民众，最近梅岭早暗的温度变化有较大，除了爱注意身体状况以外，也会探到这个自然现象，通好看到云海变化。
而且今年的梅花无受到天然灾害扰乱，梅花的花期应该到旧历过年之前拢会当看到。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彰显布农族地玉山国家公园传统领域历史，花莲县文化局为2017年开始，就来修复传统石板厝顶祖先的位置哦。去年底完工，伫初5来举行落成典礼，会使看到真侪有花族人，伊心情是拢真好哦。因讲哦，真欢喜会使看到传统的文化，会使继续传落去。为着重新打造本稳伫玉山国家公园内底传统生活的模样，部落的族人开3年的时间，重建拉库溪流域，加深旧自治的石板厝，甲德工寮等等祖先用过留落来物件。族人感谢政府斗3工，嘛强调应该开放。毕竟这个是公家的嘛，是公部门。我们也不能就主张说啊，新盖楼是我的家，这个是没有这个。嘉心古迹是本稳伫玉山国家公园，花莲县境内的传统部落。日本时代为山顶封闭爱迁徙去山骹，花莲县府伫2017年向文化部申请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开6000万，经过3年的时间，即马总算完工。保存世界的文化遗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责任，而且要让代代能够相传。石板厝重建了后，互族人找到家己的根，未来嘛会开放部落的巡礼，互族人做道揽源，分享部落传统的文化。它这个不只是一个硬体的复原而已，更重要，它把布农族发自内这个传统的智慧知识，再把它呈现出来。文化局强调讲，石板厝是本稳族人祖先留落来物件，内底有埋葬族人的祖先。呼吁登山的游客就要尊重文化的禁区，唔通黑白走入去，嘛袂当伫内底带暝。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北门农港甲7个农会合作，互学生家己学种菊花，嘛来开发产品。学生赚到的钱嘛捐出部分来帮助学校落实学生。一般干那用来泡茶的菊花，即卖会当加工成做锁匙圈仔、吸铁、甜糕、甲茶包等等，看起来真古水、阁真实用的物件。学生为种菊花到加工品的包装甲设计，拢是家己亲身来做的。我们挑选比较优秀的成品，然后再跟老师一起讨论，都是以杭菊为主题，再搭配其他的干燥花等等的这种手作。这是台南北门农工作分科的学生用创意甲菊花甲各种的商品做结合，提升菊花的价值。学校的主任讲，若是未来产量有够额，一部分会当摕去做公益，甲卖商品的钱捐予慈善机关。另外一部分会当帮助学校较弱势的学生。那义卖的所得呢，一部分呢，我们就是会捐给慈善机构。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会就是提供给班上就是比较弱势的小孩的孩子来运用。学校表示，希望透过课程研发有特色的产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意，嘛希望会当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这经济价值会当共斗3工，嘛互学生会当学到的毋但是知识。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陈武定，昨伫228国家纪念馆发表新册，单线是用画图来描写迄个时代的悲剧，希望后世人会使看到伊心内痛苦，毋通袂记起迄段台湾悲哀的运命。这图片我看50几组了，就看袂落啊，因为足残酷的。甲过去看到白色恐怖庆杀时的图片，改用油画来呈现。要安怎去标示？我也无爱用红色、用灰去标示，所以我用这个失去生命黑色甲白色来表现这个题材。黑色、白色嘛那亲像咧讲黑白无分，本身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陈武定发表规套的新册《仇》，内面收集6本无同的主题，无论是画出犯人，看到鸟仔感受失去自由的心情，还是用判决书结合人形的雕刻，拢咧反映迄个时代台湾人的悲情。以用迄个很轻的这个纸，来呈现迄个生命跟罪行的重。其实迄个意境是非常令人冲击哈。这摆的册收录陈武定自2019年到18年的艺术创作，伊嘛以家己尊敬的前辈李万忠做素材，手中抱的囡仔就代表台湾。伊讲会继续创作，做应该爱做的代志。视觉意象会当互下一代人、互未来的人有一个真简单切入点，伊会当对这搁深入去了解。
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即马电动车是愈来愈时行，挪威伫2020年新车就有超过一半拢是电动车。美国的特斯拉伫新年伫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电动车定价直接拍7折哦，所以短短10点钟就卖出10万台。路边停几排电动车，还佫有世界拢已经找到的蓄电站，这是挪威吉亚路的景色。一项上新的统计显示，挪威已经成做电动车王国。敢若是去年电动车销售量就有54%，因讲是挂牌新车有超过一半拢是电动车。伫政府这次租税优惠，甲大量设蓄电站，提悬民众买意愿，互挪威有机会伫2015年进前实现零燃油车的政策。抢市场大饼的分别是福斯汽车，还有特斯拉。电视中心出现真侪人来试车。特斯拉伫跨年期间宣布，伫中国生产的电动车正式开卖。高性能版本介绍定价37万人民币票，相当是新台票159万。短短10点钟内，订单就冲到将近10万台。国内厂商、新能源厂商可能会比较受到压力吧，因为像小鹏啊、理想啊这些就比较痛苦了。未来应该还好，因为现在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觉得忠实程度还是挺高的。受惠中国经济转好，中国本土的电动车厂商伫去年交出真赞的成绩单。啊，毋过伫面对特斯拉来势真雄，是毋是用伫今个介绍战当中，弯道超车也搁爱观察。车前黄色车身的特斯拉伫行路载客，去年10月，纽约市计程车委员会正式核发许可证明，予特斯拉制造第一款用作为计程车的电动车。随着荷兰、杜拜愈来愈侪国家成立电动车计程车车队，2011年，因讲是电动车的新时代。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明仔载寒流来哦，初8、初9影响上大，各地天气是拢非常的凉冷哦。明仔载开始哦，各地温度嘛开始下降。初7、初8哦，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还有宜兰县、金门县哦，拢温度拢只有6度以下。南投县、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台东县、澎湖县哦，嘛拢只有10度左右。所以民众都爱开始准备，都爱穿好些。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